想请教着迄个馆长啊，迄个亲像金刀这个工具，伊通常是用来创啥呀？咱台湾人早期拢有迄个扣骨的迄个风俗啊，吼啊扣骨起来爱迄个爱有一个吼，一个算讲灰仔的容器内底，吼啊迄个要做这个红夹啊，其实迄是要真高端的迄个师傅才法度做，扭迄个皮啊，扭迄个师傅。啊，咱英国做的是真出名，嘿啊，嘿是。所以啊，迄拢甲咱的你拄仔讲的迄个咱的迄个生命的迄个礼俗啥有关的。对，因为我细汉的时候看真侪迄款吼，迄个因为毕竟迄个是要互迄个咱过往的人大嘛，啊骨头起来吼大肌骨啊是，拢甲伊踩在内面啊，所以其实红啊拢真悬，吼拢差不多真悬吼啊。歹的拢会拍掉嘛，就比如讲迄个有笔啊，还是讲有迄个点点啊，伫外口断点伫外口袂当，迄个爱拼喺路边。啊，所以吼，其实外地人吼，经过英国看迄个拼规路的边啊，其实会惊啦，就讲哦，为啥恁咧沿路拢控制这款金刀工坑的边啊？实际上迄内面是空的啦。就老师你所了解，这个产业有啥物款的变化？这金刀红啊，是古早咱的。咱讲肥仔药吼，大实惠，大实惠，一定爱做的。每一件工厂拢爱做，因为这就是大家拢爱来买。啊，这个金刀啊，你也看金刀啊吼，甲咱的水管无共款，水管也是迄红啊有无？顶下拢会拍迄个花，你知影无？拍怎么一抓花，也是迄圆迄个圆的迄个，然后裂啊花吼。金刀红啊是袂使拍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迄个拍迄个花纸啊，其实有点遮丑的意思啦。哦，你那个你要歪一个，差不多看袂出来，你知影无？嘿，啊，红金红啊吼，迄是拢无拍花呢，所以你若一个走整齐吼，我都看会出来。所以迄种吼，每一间工厂拢是老师傅，还是讲迄头叫师傅做的。哦，所以你袂当小看迄个物件，迄个其实足重要一个物件。嘿，啊，所以。咱较早是因为较早无像咱这么拢用灰化较济嘛，这么大家拢普遍灰化嘛，啊较早是拢大家拢用土葬嘛，所以拢爱讲咱有二葬的习惯嘛，就是讲头一摆用了，再个扣骨，再过来一摆嘛，咱讲二葬嘛吼，啊所以较早迄个物件是用较足济，嘿。啊，最近大家嘛知影讲，因为即摆大家拢就是提倡讲不爱土葬啊，咱拢灰化，所以即摆迄款物件其实较少，嘛是还阁有，因为嘛是还阁有人要用，啊，但迄个即摆较济就是咱讲骨灰碗啊，都是骨头糊啊，都较细啊。但即摆人迄骨头无一定做肥啊，伊嘛用石头，有二甲啥，迄拢有啊，材质真济，所以即摆这部分呢是较少啦。嘿嘿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迄当阵上重要一款丧葬器。啊，咱即摆较无看到丧葬器，我补充一下吼，就是讲较早吼，咱的人啊过往的时阵，咱就开始有一寡仪式，第一个点脚尾钉，啊用一个迄钉啊吼。啊，脚尾钉迄钉砖，放油，再点，拢钉迄款物件。啊，佮另外一款就是迄铅卡，迄种卡吼，慢慢铅卡，就一个咱讲迄个银纸卡，迄烧银纸啊。啊，迄款物件吼，人用了办事办了拢单调去，所以咱即马较无咧看到迄款物件，但迄款物件较早拢是，嘛是拢讲做大社会，拢爱做。哦。就是讲，其实迄就是生命礼仪必须要用的。比如讲，人来到这个人世间是无一定，但是转去是百面转着的啦。所以迄就是爱用着就对啊啦。对。咱台湾啊，就是像我细汉的时阵，英哥啊，做这一款细细的灰仔红啊，吼，我捌问过迄阿姨呢，做这迄款圣诞树的形吼，因为讲吼，迄是外国吼，要外销啊，所以就是比如讲，热天的时阵也来赶火，啊，要互坐船出去外国吼。为什么咱台湾吼？会生产着这么多这款古锥的物件哈？灰啊吼，除了说讲做咱这个一般生活吼，这个甲这个生活有关的这个器物以外吼，其实做囡仔耍的迄个童玩吼，其实伫真侪迄个考古出土的迄个文物内底，其实就拢有啊。吼啊，台湾做这其实有真侪是为着
贸易，为了这个经济，为了这个咱的这个咱这个创造外汇啦，咱简单讲是安尼。啊，较有特色的是讲，咱除了咱甲咱叫咱代工，咱做，照人的需求做好以外，其实像这底有一个是真侪是咱英国的土，落去烧的这红啊，我感觉这真有特色咱这火也是安尼啦，是火甲土的艺术，火就是技术嘛，拄仔陈老师讲，土其实是上重要，你迄原料什么款，那像咱无迄个高岭土，你烧出来就是这个石头漆，这个东位啊，这唔是迄款朴实的所以咱的这个虽然讲迄一个狗啊真细只，一个红啊安尼其实这都有咱的特色，甲美国、甲日本的、甲中国的都无共，我就感觉这款物啊，都有法度来，虽然讲是囡仔咧耍的布框啊啥咧用，但是起码咱生活记忆的一部分啦。